再来看行政院长赵英泰早起去灾害应变中心嘛甲地方政府实时连线，强调讲要爱减少灾害。昨晚台北市伫下晡5点就宣布讲要关水门，嘛造成东湖17号塞车塞甲真严重，本地5分钟的路程塞甲点外钟，民众是真怨叹。市长周万安嘛表示讲会来检讨。因为三道里风台愈来愈晚，台北市伫初一下昼5点开始。 就甲全市的所在门也个不华路拢封起来，佮加上双北关水门的时间无啥同，造成下班时间有一寡路段交通规拢拍干。真侪因为水门关起来无法度行不华路的车，拢驶入去市区内，东湖要往实际方向，车就真塞，大家路长。借由这次经验来检视未来在关闭疏散门的时间点，以及我们适时及时的 通知民众即刻的来因应我们管制措施牵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视，特别跟新北保持联系。周万安强调，伫第一时间交控中心随启动相关机制，包括附近的车顶秒数调整，也通知新北市的交控进行双边营运。另外，也针对着包括南港、内湖2个分局加派人力来疏散。 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也到灾变中心做相关的指示，全力守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包括灾前的防灾准备、灾后的复原工作。第二，我们要全力维护公共事业及重要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的韧性。这2个使命是我们在这里工作最重要的事情。 杜英泰伫咧听取报告，并且甲地方政府施行了，伊强调一定要甲灾害影响降到上低，也提醒民众，若无必要绝对莫出门，这就是上好的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